Bambi 啊，你覺得恩光校嘅服務點樣咧？恩光服務好好啊！好感恩佢哋有好多好好嘅老師同埋員工。咁咧，我咧就發現成個學校嘅氛圍咧都係好開心。你覺得有冇地方要改善嘅咧？有冇地方需要改善啊？暫時都好似冇。我覺得宿舍嘅服務都係好完備。咁當然啦，即係若果宿舍係可以有多啲空間，係啦，有更多嘅設施，咁啊更好啦。要重新規劃過咯，我覺得宿舍即係佢瞓覺之前，可能俾佢喐動下嘅地方需要多少少啊。學校咧就45週年啦，宿舍咧搬咗喺呢個地方裏邊都30幾年嘅歷史，空間啊或者係整個設施方面咧都比較陳舊。以我女為例啦，佢咧需要更多嘅活動空間，希望咧嚟緊咧學校咧能夠有個重建嘅工程啦，重新規劃呢啲嘅空間。大家好，我係喵喵媽媽。我女女喵喵咧，今年咧就讀喜樂甲中2班，係啦。咁今年已經係喺恩光讀第8年啦。喵喵咧係一個有多種長期病患嘅小朋友，佢有糖尿病啦、心臟病同埋腦間。咁平時咧除咗打針同埋食藥之外咧，係需要好多嘅醫療器材咧去輔助佢生活，即係包括抽痰機啦、氧氣機同埋血氧監測嘅器材。咁但係因為學校喺設備上高咧，未能夠即係好完善咁配合得到啦。咁所以我哋都好期望咧，學校喺改善工程之後咧，能夠增添到1至2個咧喺設備同埋環境上高咧，都能夠比較完善嘅醫療室，讓一啲好似我女女一啲咁體弱嘅小朋友咧，喺有需要嘅時間可以入到去醫療室咧去休息，同埋咧接受一啲護理醫療嘅程序。我哋係靈實恩光學校，我哋咧好希望即係透過45週年校慶嘅機會啦，尋求一啲嘅改變。記得有一位家長同我分享，佢嘅女女每日都帶住好多嘅醫療器材，佢而家咧就用一個車仔去裝住。但係如果我哋日後有床頭櫃、有電源嘅話，咁佢咧就可以好方便擺上去，就唔使擔心啲嘅醫療器材係咪要擺喺地下。靈實嘅創辦人司務道教士喺1953年去建立肺病療養院嘅時候，當時嘅資金只夠購買病床，但係司教士體驗到床頭櫃對病人嘅重要，所以佢就切切為到床頭櫃嘅資金而禱告仰望神。今日我哋都好希望改善學校同埋宿舍嘅環境設施，為學生創建一個安全、現代化同埋更加自主學習嘅生活環境。所以咧，我希望大家咧能夠支持，請支持靈實恩光45週年學校改善工程籌款行動，請支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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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活學在恩光，意見創未來，靈實恩光學校45週年學校改善工程籌款行動，耶！